人喺唔順心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傷心難過。記住呢6句說話，就算你而家好攰、好唔開心，只要你聽得入呢6句說話，就可以解開你嘅心結，豁然開朗，下半生越過越好。第一，我哋留唔住時間，都贏唔過歲月。可以做嘅就係用自己中意嘅方式過好每一日。人生要學識同自己和解，2分體淡，3分釋懷，5分愛自己。唔好勞氣，唔好拎人哋嘅錯嚟罰自己。身體係心嘅鏡子，你心裏面裝住幾多氣，身體就要睇你孭幾多攰。放過自己，身體先會放過你。第二，人生嘅路冇對錯，揀錯咗就揀錯咗，唔好一次又一次咁後悔。人生總要經歷無數苦難同挫折先會成長。年紀細嘅時候，邊個都會犯錯，邊個都會迷茫。人生冇白行嘅路，對錯都算數，眼係生喺前面，唔好成日擰轉頭望後面。第三，世界上冇真正幸福嘅人，只有知足嘅人，因為知足嘅人先感受到幸福。喺佢哋眼中，擁有咩就珍惜咩，有食有飲就係幸福，冇病冇災就係福氣。第四，唔好提前焦慮，都唔好預知煩惱。做人要學識揭過業嘅能力。好多人身體出問題，就係因為諗唔通，放唔低，日子都未過，心就先內耗。生活係咩？就係見招拆招，嚟咩事就解決咩事，過去咗就由佢過去，唔好回頭，唔好糾纏，攞得起就要放得低，唔好消耗自己。你成日唔放過自己，其實就係將自己困喺一個牢籠入面，一次一次咁傷害自己。而睇開睇淡咗，人就活得輕鬆坦然。人最叻嘅能力就係一邊治癒自己，一邊繼續行。第五，你所有嘅壓力都係因為你太想要，你所有嘅痛苦都係因為你太較真。有啲路行唔落去，其實就係提醒你該轉彎啦。人最強大嘅時候唔係死頂，而係識得釋懷。放唔低唔捨得，只會增添煩惱。走唔出內心嘅執念，就會被執念嘅枷鎖困住。而一旦放低，將萬般自在。第六，人一輩子一定要照顧好自己，要知道除咗健康，咩都唔係你嘅。少勞氣，少計較，心放闊，日子先會順。呢個世界咩都係假嘅，唯有善待自己嘅心，嗰個先係真嘅。人生苦短，記住，無論生活有幾難，一定要相信，所有山窮水盡背後都藏住峰回路轉。